第21章第1節。耶和華照以前的話眷顧撒拉，對安尼耶和華照伊所講的，甲撒拉做成。亞伯拉罕年老的時，撒拉懷孕，到上帝對伊講的日期，就甲伊生一個囝。亞伯拉罕甲撒拉所生的囝，號名叫以撒。以撒出世8日，亞伯拉罕照上帝所吩咐的，甲伊的囝行割禮。伊的囝以撒出世的時，亞伯拉罕100歲。撒拉講：上帝予我歡喜笑，既若聽見的，要甲我同歡喜笑。閣講：自隨話大聲甲亞伯拉罕講，撒拉要予嬰仔賜靈，因為佇伊年老的時，我甲伊生一個囝。囡仔漸漸大，就斷靈。以撒斷靈的日，亞伯拉罕擺設大宴席。當時，埃及人夏甲甲亞伯拉罕所生的囝在冷笑，予撒拉看見。第10節就對亞伯拉罕講：要趕出這個女婢甲伊的囝，因為女婢的囝袂通甲我的囝以撒同做後事。亞伯拉罕因為伊的囝的緣故不知憂悶。上帝甲亞伯拉罕講：你毋通為着這個囡仔以及你的女婢憂悶。既若撒拉對你講的，你攏着聽，因為對以撒生的，才要稱作你的後裔。論到女婢的囝，我也要予伊成做一國，因為伊也是你生的。亞伯拉罕早早起來，摕餅甲一皮地的水，予夏甲，下佇伊的肩頭頂，連囡仔煞甲伊去，伊就去到別是巴的曠野，就行無路。皮地內的水用了，夏甲就將囡仔放佇細棕樹骹，本身行開約略做一支錢的園。三對面在坐，講：我不忍看囡仔死，就三對面坐，出聲大啼哭。上帝聽見囡仔的聲，上帝的使者對天年叫夏甲講：夏甲，你有啥物代志？毋免驚，上帝已經聽見囡仔佇遐的聲，起來，也予囡仔起來，牽佇你的手，我要予伊成做大國。上帝開伊的目睭，伊就看見水井，就將皮地去入水到滿滿，煞予囡仔啉。第20節，上帝甲囡仔佇地，伊就漸漸大，踮佇曠野，成做射箭的人。伊徛起佇巴蘭的曠野，伊的老母對埃及地甲伊娶一個某。當迄時，亞比米勒甲伊的軍長回國，對亞伯拉罕講：既若你所行的事，上帝甲你佇地，當你佇遮，著記上帝甲我咒詛，毋通欺負我甲我的囝，以及我的孫。我安怎樣好款待你，你也著照安尼款待我。以及你所寄居的地方。亞伯拉罕講：我要咒詛。前亞比米勒的奴僕霸佔一口水井，亞伯拉罕為這個事嫌亞比米勒。亞比米勒講：自隨做這個代志，我毋知，你也未有甲我講。到今仔日，我才聽見。亞伯拉罕將羊甲牛予亞比米勒，兩人就三甲立約。亞伯拉罕將7隻母的羊羔另外放佇一所在。亞比米勒問亞伯拉罕講：你將7隻母的羊羔另外放佇一所在是甚麼意思？第30節，因講：你著對我的手收這7隻母的羊羔，做我開這口井的證據。所以名迄所在叫別是巴，因為因兩人佇遐有咒詛。因佇別是巴立約，亞比米勒就甲伊的軍長回國，起身倒去非利士地。亞伯拉罕佇別是巴栽一叢隨絲柳樹，閣佇遐求叫耶和華，永永佇地上帝的名。亞伯拉罕佇非利士人的地寄居濟濟日。